铜琴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铜管乐器之一，主要用于盛大庆典或召集民众。据藏文史书和有些早期壁画记载，铜琴早在公元10世纪以前就在西藏出现。成书于公元16世纪的藏文史书《贤者喜宴》记载，公元1042年，阿底峡在莽域贡唐住了1年，然后来到了布让（今阿里普兰县）。阿里王用盛大的仪式进行迎接阿底峡，为欢迎专门制作了过去从未见过的黄铜号，并且在阿里普兰黄武拉山上迎请阿底峡时首次奏响。据藏文史籍中记载，由于铜琴的巨大声响，把当时驮运物品的骡马惊得到处乱窜，这就是铜琴的最早出现。铜琴分别用红铜、铜、黄铜和银制作，铜身分上中下3节，上面2节能放在下面最粗的1节中。吹奏时拉长，在固定场合吹奏时放在木质铜架上，仪仗行进或临时场合吹奏扛在人肩上。铜琴一般约长3米左右，最大的可达5米以上。它音色低沉而威严，在西藏铜管乐中体型最大，音量也是最大的。